谁说有这个报备参选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什么一个人的选举，还能够有报备参选，这不是怪吗？我们互相请安一下而已。那么吵，讲不了话。那有约下一次什么时候还要再合体？没有，还没有，今天都没有时间讲。有谈到任何的合作的可能吗？没有。那三个人这样第一次合体公开合体感觉？院长会不会就是这个报备参选呢？因为您还没有说你不选，那现在有个选项是报备参选，你也会来适用。谁说有这个报备参选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什么一个人的选举，还能够有报备参选，这不是怪吗？小心哦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没有，小心小朋友。摆这个金门823炮战的时候的一些武器。不好意思，借我拍一下好不好？前面大哥，借他拍一下。这边。大家都 OK 了吗？我也觉得9月3号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才听到这日期怎么来的？我觉得大家联想力很丰富，可能是因为今天是823炮战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，所以大家会不会联想到说93军人节可能是在93哦？但是呢，这个日期真的我们都完全没有听说。那昨天听到，其实真的也蛮吓一跳的。有传出郭董事长要报备参选，跟韩国瑜一起留在党内竞争。好，我这个报备参选也是最近传出来的议题啊。那其实报备参选这件事情应该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啦，坦白讲。那我们没有主控权。那对这个郭先生来讲，对创办人来说，他是希望说，国民党现在应该是已经开始思考，是不是有一股这个蔡英文下架的力量，开始有这种反思的力量出现。但说穿了，这就是国民党自己本身的家务事，我们是没有主控权的。所以这一部分呢，可能就是留在国民党自己处理了。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已经都讲很久了，感觉好像说大家都已经把位置分配好了。那我觉得就是从一个方向来思考哦，郭董呢，他在带领鸿海集团40几年，他的能力是经过国际认证的。这部分他在科技界、在财经界，他的表现是无人能及的哦。那他也很希望说，把自己所学的、所经历过的，能够带领台湾往更好的方向来发展。那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，也是他的使命感。那王院长呢，他在政界也有相当丰富的资历。柯文哲呢，在这个行政效率上也处理得非常好。如果大家都能够各发挥所长，这其实这一股力量也可以有台湾第3条路可以走。但事实上呢，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说，是不是3个人有这样子分配的情况，其实真没有谈到。他们3个人在一起，好朋友见面不需要敲锣打鼓，然后要谈的事情也很多，或许可以闲话家常，或许可以聊聊台湾的未来。那对于台湾未来的忧心，其实3个人共同都是有的。所以如果说在这个前提下，大家能够一起携手，那基本上呢，对于这个结盟这2个字眼来讲，其实都是多余的。